他明天还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哥这人就是爱操心，而且脑子精又多疑的，我可能得多住上几日。拜托你帮帮忙，好不好？协议里写的是乙方不会给甲方添麻烦。甲方可以要求乙方做协议范围之外的事，作为交换。你能交换什么呀？你随便提，能做的我都行，反正你总有地方能用得上我。哎呀，拜托了，你就当是日行一善，帮扶弱小，记不记得？在家不得发出超过30分贝以上的声响。乙方破坏家里的任何物品按原价赔偿。乙方必须随时随地维护甲方的形象，不得随意带他人进入家中，不得随意养宠物。家中的所有卫生由乙方负责打扫，并且独立完成垃圾分类。喂，这也太难为人了吧！违规1次罚款，违规3次走人。甲方，不，顾先生，我们能不能够再商量一下？门在那边。顾南州，你太过分了！前面19条也就算了，可这第20条，这地方又不是我一个人住。那你也可以选择不住啊。你住在顾南州家没事儿吧？他没为难你吧？他呀，简直就是个变态。家里的书必须严格按照字母排序。书架上的书，看完为什么不归位？这不放整齐了吗？这本幻化应该放在光年5的后面，为什么放在前面？还有这本秘鲁传说应该放在 E 栏，为什么放在 C 栏？还愣着干嘛？没喝完的饮料不能放着，还必须得扔了。这是什么？饮料啊。喝过的东西为什么不扔啊？这不还有一半吗？哎呀，扔了多可惜啊！过会儿我还喝呢。扔了，别放这碍眼。你说坐个沙发，还不能把垫子坐扁了？我以后再不坐你们家沙发了。以后合约里的条款给我记清楚。昨天晚上，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说过，半夜12点以后不许发出声音。现在还没过12点呢。自己看。现在才过了1分钟。还有，草莓慕斯热量太高，半夜喝可乐对牙齿不好。还有这葡萄糖分太高，香蕉可以。顾南州，你管得也太宽了吧！住我家就得守我家规矩。他整整训了我半个小时，你说说，他是不是有病？天哪，青青，顾南珠怎么这样？那你一定很难熬吧？不过，青青，你可得想好了，你哥他也不是好应付的。你要是不给他点实锤，他是不会相信的。我怎么办呀？这也太难了吧！